紛爭，冷漠門鎖關上，分隔千萬人，誰也陌生。容貌怎區分？不知道彼此身份。鄰里情感時空中消失，舊日長街中好友都結伴同行，愉快同享，無論多苦困，讓睦鄰引領也放心。打開鐵閘的昨日，伸手協助彼此一家，關心網絡此刻演化，齊照顧老友弱勢，拋開分化。打開鐵閘的昨日，鄰舍為你分擔牽掛。因為其實今次嘅活動嘅對象係沙田裕明邨啊，同埋沙角邨嘅一啲家庭嘅對象。咁希望我哋啲學生知道呢個活動嘅時候，其實佢每年都參加，知道今次嘅活動嘅時候，亦都好開心嚟呢個參與服務。咁希望今次嘅活動順利，亦都同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可以聚首一齊食盤菜過年。另外一樣嘢就可以俾咗鄰舍青年佢哋成支青年義工隊有機會去組織咁大型嘅活動，等佢哋學到嘢，等佢哋可以見證咁多人一齊食嘢係幾開心嘅。咁喺嚟緊嘅日子咧，我相信我同我公司都會係繼續贊助嘅。咁啊喺呢度緊恭祝大家喺雞年身體健康，向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春快樂，事事如意，身體健康，家庭幸福。都會非常支持咧裕明青年空間咧去舉辦嘅所有活動嘅。咁我哋嚟個早年嘅拜個早年先，咁樣同大家咁一齊講啦，好嗎？好啊！好，1、2、3，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身體健康，拜拜。